小 S 今晚現身，蔡康永重提康熙10年道別我說了再見，逼哭粉絲。小 S 徐熙娣歷經子子大 S 徐熙媛驟逝巨大打擊，情緒崩潰暫時停工。他今17日將與老搭檔蔡康永合體登台現身第60屆金鐘獎舞台，象徵從悲傷中重新站起的勇氣。驚喜的是，蔡康永昨晚深夜則發聲表示，原來是10年前的今天，我說了再見。一席話令人動容，掀起全網追憶康熙來了。蔡康永貼出2015年10月16日的舊文截圖，內容寫着我要和康熙來了道別啦。節目馬上12年了，我最感謝的是觀眾，感覺值得。感性字句勾起無數粉絲回憶。然而，這一天恰巧是蔡康永正式告別節目的10週年，象徵一段黃金綜藝時代的落幕，也在小 S 陷入低谷時再度被翻出，形成令人鼻酸的巧合。如今屆滿10年，蔡康永以我說了再見重提往事，短短幾句道盡這段搭檔情誼的深厚，許多粉絲也立刻湧入留言區表示，康熙沒走進歷史，只住在大家心裏，他們終究是彼此最懂的人，這一對的默契，是金鐘獎最強復出。